来讲道。题目是遐尼害的主，遐尼厉害的主，也是亲像今仔日的经文讲，即个人是啥物人？即号是啥物种的人？咱所信的是人，也是主呢？即句话那么厉害的主，是去年伫大学放榜的时阵，伫台东的所在，一个鲁凯族，迄个所在一个部落，是台东的成功和平教会。即间教会有7个青年斗阵考试，7个放榜了后，因拢选择国立台东的即个教育大学。因的表哥，其中有一个表哥，就是即摆你看到即个号做洪恩，伊足直白，甲伊的表弟讲那么厉害，那么厉害啊，安尼才对啦吼，那么厉害毋对，那么厉害哈，毋是敢若一个厉害，是即间教会7个囡仔，7个囡仔毋是拢较拄好考着即个，是即个7个囡仔因拢考足好，总是因无选去台大，无选去台北，无去高雄。无去任何所在，无去新竹、清华大学，无，因敢若选择台东，因要留伫台东，因要留伫因家己的教会，因为因知教会若无青年，带青年带袂起来，因为所有的囡仔拢走，因为因捌互人带过，因就是即间教会第1届课后辅导班的学生，因拢是倒伊来的囡仔，拢是单亲。今仔咱祈祷，足侪单亲的家庭伫部落，拢隔代教养，这囡仔无人管，总是教会牧师招来教会读册第1代的培读班的学生，因大汉了后，因一直就是心志要留伫教会，要来服侍，因要哪读册哪牵成下骹的这弟弟妹妹，咱的主是那么厉害，咱敢知？因当初来即个教会读册的时阵，因的家庭是安怎的？咱有一个影片要来看。即个影片毋是个案特例，即个影片所有1919培读班的教会发生的代志嘛，发生伫即7个囡仔身上，因安那来明白即个上帝。耶稣爱，误会大了。
哈利路亚，互你拢赢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哈利路亚，互你拢赢嘛。阿门。咱的人生是可以赢的人生，总是迄个赢，甲伊想的有共啊无？咱的主就是那么厉害，不管咱对伊的熟悉，是对即搭一个角度。咱的熟悉即马是停伫什么的状况？咱是因为安怎会动机来到遮，来到主面前，主无甲咱计较。咱的主就是那么厉害的主，咱三甲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是那么厉害的主，你知阮的心思意念。你搁较有一个计划，就是听的计划，就是你要拯救。因为主。你无爱一个人沉沦，你爱人人拢得救。主，阮相信你，阮知你真做阮的救主。主，阮毋是干那爱安尼而已，阮爱真做你的门徒。阮要搁较认捌你。虽然阮可能对无共款的角度，阮即摆情形可能拢无共，总是主，你是听。你用你的话语，豆豆来教示阮，豆豆来，互阮搁较来认捌你。恳求你。互阮的心窍来会当，互你来展开，互阮看了遮的经文，听了遮的教示，主啊，阮会当去行出来，实行出来，互阮的人生真正会当荣耀上帝，会当利益伫人。阮安尼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伫顶礼拜，咱有听到牧师伫马太福音对第8章来开始讲。因为当个月2月的时阵，咱看到马太福音第5章甲第7章中间，咱来学习天国是咧天国的主民咱应该爱有安那的态度，爱有安那的价值观，咱有安怎天国的应允甲应验。伫第8章甲第9章2章内面，开始有来描述耶稣安那行神迹。这2章内面拢总有几个神迹。若较算算的是会使讲有10个神迹，咱有代表伊即个前3个，头前2个就是当礼拜牧师所讲的，来医治迄个麻风病的太哥的，搁来医治即个百夫长的仆人，咱无讲着，总是咱会当家己来看，就是彼得的一个岳母。第3个即个神奇奇事了后，要接头一个。要讲到军队主耶稣的人，就是你甲我。咱领受到这个神迹，咱所看见的，这门徒所对耶稣所看见的，伊3个神迹了后，就甲你讲，军队耶稣的人应该是会安怎？然后伊要搁3个一个神迹，就是今仔日咱要讲的平静风这雨海过来，就是要来赶鬼就是讲。咱的主毋是干那医治人的身躯，要搁互遮的军队伊的人来体验着，哇！即个主嘛是即个掌管大自然，甚至咱看袂到即个世界。所谓的小神小鬼的世界，咱的主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伊嘛会当掌管。过来3个神迹了后，搁来中搁插一个米，军队主的人。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，伊来写，伊家己是安怎互主来呼召咱一看就知，这个马太本来是安那，互人人喊打、毛遂的，就是所谓的
诈骗集团的组仔头。当伊互主来呼召了后，伊安那哇得到一个大福音，伊就来招遐个甲伊共款歹的人来福音参会。耶稣甲因斗阵食，然后遮军队主的人就去骂：恁哪会使甲遮个侪人斗阵？耶稣就来讲，咱军队主的人定定会有时阵会去骂，因为主是要来医治遐有病的，是要来呼召遐个有罪的人，毋是义人。因为偏空的无一个义人，无一个好人。接续有4个先知，上尾伫4遮就讲着，上尾讲即10个，也是讲经历即10个先知，就是要互即个要来军队主的人，你爱安怎做？你知影？迄个爱付出代价。咱就爱安那军队主的人是爱互搁较侪的人需要，尤其是侪人需要福音。就是着安那，搁对耶稣上尾的目的是伫咧4章第1节。就是讲，伫即个8章甲9章，即个10个先知，最主要是要目的伫10章第1节，咱大家来读，请。耶稣就叫伊12个学生来，互因有职业写成的权，来赶逐样煞医好，逐样的症头，逐样的病痛。阿免。目的就是10章头1节讲的。即10个神奇奇事，互伊经历了后，即个军队主的人，伊的学生门徒，嘛要领受安尼的权柄。兄弟姊妹，咱军队主吗？兄弟姊妹，咱若要愿意军队主，请你讲阿免。咱要军队主会拄着恶担当的代志，你敢要军队主？阿免吗？有较细声。习近平今仔日若来问你讲，你有信耶稣基督无？陈忠贤有无？恁较大声，伊较细声。兄弟姊妹，咱领受这新约基督，咱领受经验这的，是要主互咱有权柄，互咱嘛去传。所以咱就来看，这10个新约中间，这个豆豆来看，军队主的人，咱爱真清楚，咱会拄着啥物代志。伫一个马太，伊互主来呼召的时阵，伊所拄着是啥物？伊本来是迄个诈骗集团的组仔头，总是主从那里往前走，走到马太遐，走到伊伫遐即个胡作非为的所在。主敢若讲你来军队我，你就知影有钱安那心空虚。伊听着主看重伊，呼召伊讲好，我就来。当伊领受到即个福音的时阵，伊心真满足，伊感觉即个福气袂使干那我得到，伊就随招遮个甲伊共款胡作非为的，伊嘛来招伊来，阮兜食饭。我甲恁讲，对答以后我无要搁做歹，恁嘛来甲我领受即个福气。总是拄则我有讲，遮一个所谓的这个经学书，哇，这法利赛人就哇记呀，耶稣你不应该这样，这样子是不对的，不能跟这些罪人在一起。总是耶稣讲安那，我来是要听见病人的呼叫，我是要医治迄有病的人，毋是要治迄健康的人。我来是要来呼召罪人，毋是要来呼召迄个合我标准的人。所以真侪教会，咱教会嘛是共款，对当年开始，今年嘛要继续，咱有所谓的马太运动，就是招人来食福音餐会。咱宋大拜3才经过开学，咱嘛是安尼马太的运动，咱就是招咱身躯边需要福音的人来食一个福音餐会，咱嘛将即个来传互人。今仔日经文的头前，就是伫咧讲着 A， 军队耶稣的人是安怎的人？你也要军队耶稣的人，请注意来听。咱斗阵来读，请。耶稣就甲伊讲：予你有空，天顶的飞鸟有收，独独人子无头壳的所在，就是连困的所在嘛无。你要军队吗？兄弟姊妹，你要军队主耶稣吗？阿免吗？咱确定讲阿免吗？因为对我的人，出伫死人要去埋葬死人，这是耶稣讲的，就是这世间的代志，互世间的人去处理。
当然，这个头一个死人袂是无呼吸的人，因为无呼吸的人要安怎埋葬？已经死去的人，无可能。这头一个死人的意思是讲，你因为罪，你甲主耶稣永远是无关系的，所以你是永死的。这个死人是这个意思，意思就是讲，你爱专心伫上帝国的代志。地上的国的代志，咱尽咱的本分，总是咱一心一意是要跟对主。所以今仔日主嘛要来问咱，如果咱要跟对主，讲主啊，我要跟对你。耶稣会安怎来回答咱？伊要来问咱，兄弟姊妹，咱若是阿妹要跟对主的人，咱有啥物代志？有啥物人是咱惊吓的？有啥物环境是咱学得去克服的？会阻挡咱跟对耶稣的吗？所以咱今仔日要来学习，因为咱要跟对主，咱一定爱经过磨练，咱一定爱来经历上帝。咱今仔日要搁较来熟悉，这个耶稣基督，毋是干那。迄3个1、2、3的会当医治人的耶稣而已。这个耶稣是安那要来跟对主的人，主要安那邀请伊来跟对伊。今仔经文一开始，耶稣上了船，阮都嘛对伊。即个兄弟姊妹，耶稣去到倒，咱要对到倒，阿妹吗？咱的主若要经过迄落歹代志，咱要对吗？较细声嘛吼，我讲无毋对，还是我耳孔毋对。咱跟对主的嘛会拄着啥物大风影啊？今仔经文开始讲安那，因对主伫迄个所在，号做加利利海。其实讲加利利湖搁较实在，伊毋是海，伊是一个湖。总是伊因为地理的关系，1秒钟马上可以变脸，1秒钟今仔日即么好天，连伊就变成安那大风影。会当15尺高，那么大的风影会甲你吞食落去。阮都对耶稣，毋是天天好天气，毋是吃香喝辣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问，耶稣上迄个船，学生来对伊的时阵，耶稣知影等一个会有风影无？知影会有风影的，请举手。咱的主敢有迄落毋知影的？请囥下。当主要上迄个船，伊敢毋知影等一有风影？知也毋知？啊，知莫又搁要带我去？要甲我害死吼？哈？信就信，兄弟姊妹。当咱拄着恶担惊的时阵，咱有时会来想无？主啊，要哪知我就要哪知？主早就知。早就知要拄着啥物代志，总是伊有真好的意思要引带咱。伫风影中间，你知咱因伫个考古学家因坐迄船是偌细代，因为遐定定风影，所以对海底挖出来即个船，啊，甲即马甲造出来。足细代，你坐迄内面是真惊吓，只要有一个弯断叮当，记个落去啊！只要有一个惊走，规个落淹没。兄弟姊妹。人生中间，咱是不是同样坐一艘船？咱甲耶稣有没有在我们船上？有。耶稣在我们船上，嘛有风浪，对不？是。经文讲，忽然海里就起了大风影，滴到船啊那要去互淹去啊。那是耶稣啊那在困啊，忽然来大风影，咱的主是在倒啊，伊在困嘛，伊毋知嘛。咱的主毋知咱艰苦嘛？伫大风顶中间，咱会惊吓，总是咱看到主，哪会拢无出声？主啊，你是困去啊？是主，你是伫倒位？主，你是拍无去啊？晓？你为何静默不出声？你为何看我在这边惊慌失措？主啊！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有时忽然讲会变乌白。甚至会看袂到头前的路伫倒位。伫1809年，布莱尔伊出生伫法国的巴黎。伊13岁时阵去因爸爸的工厂，是专门咧做骑马迄个马鞍迄个工厂。结果有一个工具，工人无小心一背，甲伊的左眼背掉。哇，血流足济，无医生要安那？迄阵啊，敢若有拿破仑的军医伫咧附近。
妈妈较紧抱的去遐互伊医。军医讲啊，这有秘方，古早人的秘方草药，来明仔载就好啊。目睭左边甲糊糊的，想讲先煞无彩啦，右边嘛甲糊落。过当工，彩色人生变乌白，甚至变乌的，因为迄草药有感染，因两个目睭拢青的。即个妈妈是一个虔诚信主的，爸爸嘛是，因无因为安尼。突然的封印，3岁开始教育这个囡仔，这个囡仔无看到，总是伊拢袂跋倒，毋是伫伊厝尔哦，伫伊的迄个声腔嘛共款哦，城镇伊会使毋免摕管啊，伊就行甲足好势，你毋知伊痴迷，因为因妈妈第伊知，伫黑暗中，因所信靠耶稣会来甲伊引带。伫15岁以后，有一个神父讲啊，你爱来读册，有一个叫做阿宇的老师有咧共教册，你要来无？因为大家爱斗阵读，伊会搁较好。因为有人因古早读册爱用读的，因无看的人才会当听。妈妈就互伊去。即个阿宇老师一直感觉讲，安尼读毋是办法，但是无好的办法，因为伊真可怜，遐目睭看无的。有一天伊去城来看，哇，遐坐一个少年的，伫迄路角17岁的少年的，讲分一个，敢会当互我有一个铜币？互我一个铜币，阮一个铜币。即个阿宇真心真软真柔软灵敏，因为主听伊，伊嘛灵敏安尼的人。伊搁较灵敏是安那？所有目睭无看人干啊，一条路就是共分做去食，无别条路啊。总是伊无路的时阵，伊也是灵敏伊要爱一个铜币，伊就放在伊的手，互伊。当伊越身行去尔，即个17岁的随徛徛，讲先生，我毋是要银币，这害你伤济，我甲你走，你互我铜币就好。即个阿姨真讲啊，你拢无贪心，我互你这是搁较大圆呢。伊讲毋免，我教也有，听我的天父恩典教也我用，虽然我目睭看无。即个阿姨真心真感动，伊嘛有一个亮光，叮！请问你目睭无看，你哪会知影是铜币还是银币？是安怎知？对啦，你哪遮巧，目睭无青面嘛遮巧。阿姨总互伊醒起讲对，因会当蒙啊，这个字会当会变成蒙的袂？伊敢若得到即个 idea， 但是伊毋知要安怎做。伊就回去甲一个布莱尔分享讲啊，若是有一个所在会使突突的，因就会当看你啊啦。即个布莱尔就开始发明，伊3岁看袂到，15岁咧读册，哇，伊就第一做，即摆你看到这是做啥物？这几个点，6个小点，和这个阴暗的人中有一盏灯。当即个布莱尔伊做足济的代志，你会使去查足济的代志。伊伫黑暗中，伊照亮，用心照亮很多人的世界。伊要过身的时阵，伊讲感谢上帝，互我3岁就看无，毋是互我到70岁才看无。因为互我3岁看无，我会当搁较济的时间来适应，而且我会当为着这看无的人来点亮一个世界的灯。是主你的恩典，主啊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天家，我甲你求足久啊，总是主你听见了。主，我要感谢你的恩典真正大。兄弟姊妹，当咱伫个困苦中间，伫黑白人生中，主无叫咱讲袂使叫伊，主讲会使，因为这个门徒叫伊，甲叫醒讲，主啊，救阮啊！主啊，阮要伫要无命。这个主听见，伊知，这个风影会过去，总是伊知顾念你的感觉，你的惊吓，主就起来。伫个无共款的福音书，拢记载这项代志，总是安那，咱来看，记载的无共款，字面无共款，意思是共款，总是伫字面中间，咱就会当看出端倪。马太福音马上就称呼什么？主啊，救我！伫马可称呼什么？神仙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。主啊，甲老师有差无？差济咧。
所以咱人对上帝的认捌会无共款。伫这四福音内面，就是无共款的描述即个主耶稣基督是安怎基督。马太福音伊较济的角度就是即个是君王，是主。马可是即个耶稣基督是仆人，敢若牛。所以只是安那来服侍人，道成肉身，成为仆人。伫路加福音，伊较济会描述耶稣基督是啥物？是人，伊嘛会困代表啥？会忝嘞，忝啦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即马若困吼，我袂甲你叫。会困是足好诶代志吼。伫约翰咧，约翰是描述耶稣是敢若鹰。伊的神性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当咱若看到无共款的福音书，咱会知搁较济的认捌主。即个主，咱无共款的面相，敢若钻石，无共款的面相去认捌即个是安怎的主。咱拄则看迄个客服班，迄个阿嬷，伊所认捌的主，当然甲咱也无共款。但是有人安尼，还佫停留伫遮无？有，总是主无安尼就无接纳伊，主由愿来听伊。主听见遮个学生的声，会求救的声，讲恁遮个小信的啊，为虾米惊吓？伫圣经中间，若讲到即个字眼，惧怕、胆怯，其实常常拢咧形容大自然，互人惊敬畏。你看，咱来看即三个福音书就好，嘛是写了的是无共款。小信啊，怎样无胆啦？马可嘛讲啥事惊吓？路加就是敢若亲像咱人共款，讲着啥？耶稣讲你的神伫倒位啊？原咱会当搁较来认捌，透过圣经无共款的角度来认捌即个那么厉害的主啊！不是我们厉害，是我们的主那么厉害。鹿港安那一半？人讲鹿港死一半。啊，即个毋通生气，尤其苏清长老是鹿港人，吼，咱的义军伫对，吼，嘛伫楼顶，吼，我无歹意思，吼，毋是即个死一半，吼，是安那剩下的一半。十，为什么？跟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将军叫什么？哎呀，有读册，我是准备这篇讲道，我才知影，才熟悉施琅将军哈。伊下辈吼，拢真有出头，伫清朝拢做官，所以鹿港吼有足侪人对大陆来拢是。有读册的官，啊，因靠近海，所以因拢拜迄个啥物公啊？妈祖娘娘、天后宫，对吧？吼，义军对吼。总是伫即个施琅的写一个几代的子孙内面，有一个叫做施意愿。你有没有意愿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？有意愿无？阿门。即个嘛是施意愿。伊伫迄个时代有宣教师来传福音，伊就决定无要拜观音，无要拜伊祖先施家的即个妈祖娘娘，伊来敬拜主耶稣基督。伊的囝，伊的其中有一个囝，带一个新妇，叫做蔡水。伊生6个囝了后，巴肚有一个囡仔，突然有一天，伊的囝吼，施意愿的囝。突然毋知啥那，船倒落去，上帝吊伊去，蒙主恩召。哇，有6个囝，搁一个啥物？巴肚6个一个遗腹子。迄阵啊真艰苦，简直是什么？是即个营养不良啊！因遐个私家的要哪讲？亲戚朋友，因有私家的即祠堂，就甲因指责讲：恁会拄着这就是安那？哈？袂做啦，恁着去军队迄什么阿毒啊、小三什么耶稣啊，再拄着这个代志啦，无甲因帮衬，而且搁安那，甲因指责、甲因骂嘛。即个古林人伊叫做蔡水，就是施家的儿媳妇，叫做蔡水。伊心内真艰苦，总是伊安那，也是保住即个囡仔顺利生出来，慢慢家饲，因为营养不良，所以吼，伫个一会中间定定破病，定定破病。伫个伊满一会时阵。迄天发烧破大病，然后就死去了。伊真艰苦，虽然伊有6个囡仔，总是家己生的。因善甲无通啊，甲即个囡仔安那买棺材，
去菜市啊，共摕迄落人咧，无遮水啦，因为我即摆找无迄落图，古早的图，人迄古早迄房仔有无？咧地迄个物件，船啊内面甲婴仔囥咧遐，囥咧院子，明仔载要安那？明仔载要带。即个蔡水心内真讲，伊是虔诚的基督徒，伊是虔诚军队主的人，即家人拢是虔诚主的囝儿。伊甲即个6个囡仔拢创好势了，困了后，已经3更半暝。伊心毋甘阁去大厅，看即个箱仔棺材房内面的囡仔，是冷机已经四顶哭哭，面拢乌，心内真艰苦。甲伊抱起来，要阁看上尾日，就开始抱即个囡仔，然后就祈祷，甲上帝来对骂，讲主啊！我军队你敢毋对吗？是安那你互阮死者拄着遮尔恶担当的代志，你敢有听见众人咧骂骂阮吗？咧踢笑阮吗？主啊，你的性命到底伫叨位？阮敢军队了毋对吗？主，你伫叨位？你啥那静静无听？你困去吗？主啊，你来帮助我，我无法度经过。伊甲主来嗷叫。暗时伊嘛无去困，干那抱着即个囡仔，伫个大厅内面哭，甲主嗷叫，甲主赖，主不管如何，你爱救我，主啊，我是要安怎？天光曝光，伊伫个即个目屎中，小可肚面中醒起来，伊敢是讲手哪会？哪会囡仔色伫无共？毋是乌色的。什么色？甲你我同款色。摸起来呐，烧烧，伊的目屎搁较流落来，大声喊咧房间6个囡仔讲：紧嘞，紧嘞，你的弟弟救我！因为咱相信的是搁真救我的主。即个囡仔大汉，真做一个牧师，真够讲道理。伊是台湾头一个出迄心灵鸡汤的施达雄牧师。伊的囡仔咱可能较熟，什么人？施以诺，一个靠恩典，我靠上帝恩典的人，咱会拄着恶担当的代志，总是主因为咱知咱挡袂牢啊，伊要起来。伊知影风影等一个会无，总是伊因为咱救伊，伊就起来啦，即避风甲海。因为遐撒旦安那？伊无爱看到安尼啦，伊无爱咱安那军队主啊。虽然有这个苦难，总是主要为着咱出手，咱就静静来听，咱就静静来看。这位是创造万有、掌管万有的主，伊出一个喙，遮的风影就停了。万军的上帝耶和华，伊是掌管遮的。伊比遮的较大，遮的风水虽然可能要淹过你，兄弟姊妹，你即马所拄着的代志真大真难。头一场的礼拜我讲道煞尔，就有兄弟姊妹讲：主啊，你是信实，因为我需要你引带我，总是伫讲道中间，主你亲身对我讲话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即马即时主嘛对你讲话，无啥物大风影。会当互咱地沟甲主来分开，主已经掌管，主已经做王，因为主是那么厉害的主，那么厉害的耶稣，伊是掌管万有宇宙的神。咱的不安，咱是主的门徒，咱的不安总是主是安那，是安歇的，是安歇的主，互咱会当平静，互咱伫困难中，咱有一种把握，这叫做信心。虽然咱还未看到将来，总是咱有信心往前走，因为主考验咱的信心，伊袂放咱伫遐，伊袂干那伫遐看困，伊嘛永远咱家救。咱就落家祈祷，咱就来叫兄弟姊妹拜五祈祷会，咱就来啊！咱会使家己祈祷无问题，总是咱若斗阵来祈祷，咱斗阵来经过遮个。主牵咱的手，咱嘛彼此来相看刚好。咱三角来读即句经文，请
我敢无命令你嘛？你着勇敢壮大，无得惊，也无得论，因为你无论倒位去，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地。阿免。即世间有苦人，一定有诶。有人今仔日甲你好，明仔载甲你就无好。今仔日你有诶，你可能明仔载啥物拢无，总是后日诶。后日主拢伫主诶手中。阿免吗？要叫互咱赢过这个，因为主是实实在在安尼讲，我已经赢过这世间，我已经赢过了。咱来读，请。伫世间恁有苦难，独独恁通放心，我已经较赢世间。阿免。赢过了，今仔日你带你的问题来，你的忧闷已经赢过了，因为主无迄落无赢过。而且主甲咱相活，咱经历这个10个神迹奇事，上尾10章第1节是主讲要安那，为了是要造就我们呐，不是互咱啊呐吃香喝辣啊，然后人躺在那里做那个耍废，年轻人讲耍废，不是安尼尔。等上个月音乐牧师有讲，上帝不是互咱蒙福尔，嘛不是互咱讲啊去祝福别人。啊，伊拢无互咱买，伊互咱是幸福、有福的人生，有进有出。他就是来造就我们，可以更像他。你莫讲啊，迄造就是少年的代志啊。咱来读这个经文，你就知影。来，请看，现今我85岁啦，我犹旧勇健，亲像摩西找我去迄日一样。无论是征战，是出入。我的气力迄时怎样，即马我的气力也是安尼。阿免。还未85岁，请举手。阿免。我知影有人无举手，原因是伊的心敢若85岁，无要紧。85岁干啊，倒主要搁来造就我们。迄时我气力安怎，我将来气力嘛是安怎，所以这袂是干那少年的。咱若拜五来一个乐龄组，咱若看这个小组长，我佩服。6个小组长、区长、每会长老，日日信主的人，未按信主来，想要信主的人吼，日日加添啦。刮风下雨伊嘛来呢。85岁。乐龄有85岁的小组长吼，拢还未啦，对无吼？美会长老，你嘛18岁尔嘛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敢好拢来诚做主的门徒，敢好咱甲咱所艰苦的交托伫主，好不好？主来坚固咱哦。咱搁来读这个经文，来，请。为着这个缘故，我嘛受这个艰苦。若是我无掠做见笑，因为我捌我所信的，也亲信伊会保守我所交托伊的，到伫迄日。阿免。主要保守咱所交托伊的，直到咱见主的面。但今仔日结束结论就是咱来讲。主要听伊的人为伊备办上好的福分。昨天你不觉得好，今天不觉得好，兄弟姊妹，明天刚好。谁掌管明天？那么厉害的主嘛，对不？刚好今仔日咱渡袂过，咱就来祈祷讲主啊！我真艰苦啦，你来帮助我好无？若还袂无法度，时间还袂到，你互我吞忍，因为苦难安那逆境要真做咱成长的什么动力，甚至我要讲推力啦。主要帮助咱，因为仇敌要攻击咱，无要紧啦。小 case 英文讲叫做什么？一块加2个，对啦。你够厉害吼！我英文无啥好，我看若知意思就是一块细细加2个安尼吼。A piece of cake。小代志，因为主要互伊安那。转化成为训练咱的工具。你上班的所在，你的客户有迄落拗客无？有嘛吼？你的主管有迄落拗主管的无？有，遮大声吼！主啊，怜悯啦！咱的主赢过遮个啦，主要用遮个来祝福咱，
所以咱就通安那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感谢主。今仔搁互一遍，互咱来，互主来教示咱，咱搁一遍经验这那么厉害的主哈，超过这个大自然，超越你我现在，不管你我现在对上帝认识多少，无要紧，唔好想讲安尼先正确的，归主就对啊，咱就会当愈来愈亲像主。我真爱唱这首回应的诗，唔免惊耶稣伫遮，唔免惊耶稣伫遮。风雨无论偌大，总是会落雪；海洋搁较安那雄密，总是会平静。伫世间虽然有苦难，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。兄弟姐妹，请咱起立。咱要到。